知影，孙秀，你爱知影哦，义士楼是先王钦事本官为咗后一等职之处，上面有按圣旨bài位，除了当今皇上以外，什么人都不准闯入义士楼。若是有什么人好大胆，甲锁入义士楼，这是犯欺君大罪。孙秀，你有胆量，那安尼，请你入去，请你入去啊！请你入去。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孙秀，我甲你讲坦白，直请无毋对，直请秘伫内面，请，你入去改你啊！你入去啊！这老匹夫啊！要直接插来艺术楼，按照欺负来大罪，你敢唔知影是？伊家的孙秀，开工党上司骂你不当的，我实情唔敢来开讲。哈，险在的孙阿秀。孙秀，假使我汉吉，若真正犯有欺君大罪，本官也免互你伫咧替我担忧。我会亲自到金元宝殿来去向皇上请罪。你即马就甲我离开汉府。好，你这老匹夫啊！我甲即马才捌你。不过本官，我的大兵无要脱体，我要包围汉府。你唔通我敌枪出来，我要甲看敌枪秘盒内底有无动对工。来啊！来，看上艺术楼。是。眼观现在啊。韩大人，铁青，你相信我是要来救你。韩大人，敌将错将军人看作仇人，请韩大人你原谅。别起来，这袂用你怪你。铁青，你赶紧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狄公、狄大哥的后代？狄大哥。是。我认得出你身躯边迄只玉鸳鸯，就是我狄大哥的传家之宝。狄大哥甲我当前是共顶之神，而且甲我也曾经有不败之交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当年山西虎口作乱，先王接命我狄大哥去镇守山西。谁才不幸山西遭受水灾之厄，自此狄大哥就下落不明。我曾经叫人四处去安抚，却然一点仔消息了。事过到三旬，已经有20多年了。你是我的丈夫。听你讲，你真是狄大哥的后代。丈夫。
来了。我抓住风声做思求啊，可怜爹爹真命休，文书不用家宽收啊，并将家团叫冤忧。我下山找亲，春秋花香啊，处处做害是险中啊中，使我好歹难断定啊，因此心世不敢向你来表明。一家世代中人，竟然做出不幸。姐夫，听讲调电话还阁有亲人，究竟是什么亲人呢？是你的姑庙狄千金，我的姑庙孙入宫，伊毋是气势吗？不但无信，而且是侮辱当今皇上的狄太后啊！我以为阮姑庙，伊命早的真哦，不了太后啊，是我的父亲啊。我听伊的告知，来不敢相信，哎呦，奉天的父子啊，可的心嘛人啊，不负我这苦心人啊。姐夫，是毋是你会帮忙我，带来去记着我的姑庙呢？这安尼好，汉英啊三更的时阵，我才带你对这个密道出来。兵我小我是作事，明也乃是中秋暝，早无中秋好日子，但怪我恋人团想念寒季该忘掉，彼时明日就明了。花深几何遍地晓，何必着急在今宵？希望明日如愿寿，昨日难安心也着，荒唐无好爱无着，无为事情心体伤。母后，已经夜深啊，请母后较早休困。叫我要哪困会去就好。汉记，去打探狄青的身世，一点仔消息着无？
母后，请你放心，汉卿做事一向真正的谨慎。如果若是有啥物消息，相信汉卿会真紧倒转来禀报母后，请母后唔通着急。霹雳，你叫母后要怎样袂着急？我盼望这呢真多年，一直袂当达成着愿望，但你才有一点仔眉目，叫我要哪会袂急？母后，昔日汉卿解梦，讲母后你在15日就会当甲你的骨肉团圆，现在已经是14年啊，明仔载就是15啊，母后应该爱欢欢喜喜，等着明仔载团圆的日子才对啊。千里，你是无法度通了解母后的心情。就是今仔日是14，我才一直感觉讲阴暗的日子特别长。假使明仔载若袂当4天就忘掉，我共款嘛是搁再失望。母后，请你唔通安尼黑白想想遐尼啊济，无定着明仔载你就会当如愿以偿啊。但愿如此。欧阳，代志么？什么代志这么着急？欧阳，咱后会用的好话题出了怪。收等的时阵，你去后茶房的所在，放火烧茶房。是进去。我跟你讲，收等的，你若看火倒起来时阵，利用大家伫咧混乱，你利用迄个时间赶紧走出来。你先去城外，听候接付我。是。打你嘛，那还没喷人呐！是，你俩叫你伫咧变什么把戏，我唔知是。你是讲放火烧外厝，要从敌枪逼出来是？你爱知影哦，所以我是无情。万一若去烧了二叔楼，我看你鬼人头壳！你，啊！你讲全家款，救火啦！救火啦！哎呀！你即马是跟我上阵来去面军？无，甲苏慧来直接还这出吧，甲苏来去烧了二叔楼，我看你鬼人头壳！虽然怪兽将蛮情，竟有福主的可能。怪若无囡仔平定，
现在将我救去。赶紧选伊入宫。遵旨。宣汉大人进宫见驾。老臣叩见王爷千岁。楚明直称叩见王爷，定下昔日告场救命之恩。直称，汉卿，你3更半夜带着直称入南靖宫，莫非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安怎？老臣无辜负着太后之命，找到直称，而且直称阁是太后伫要找啦。正是。无对，伊确实失德大人的亲生囝。直称，你的身上是毋是有一只熊的迄个玉鸳鸯？有，请王爷议官是毋是这只玉鸳鸯呢？果然真是玉鸳鸯。直凤兄，请去。小王爷。王爷，咱无看见到太后，你毋紧请伊出来，通好互伊惊喜一下。我赶紧来去禀报母后。王爷代志无？王爷代志无？王爷，什么代志？妖怪又搁出现啊！派去义军军全部死，现在已经窜向前殿来啊！王爷，敢讲南清宫出现什么妖不是？是一只全身通红、两形的怪物啦！世上竟然有这款的怪事，那呢？楚明愿意来去消防妖怪？王爷，此怪非常的厉害，非能力所能度的，你免得去。你袂用你去，甲说你去后3顿2顿，你叫老臣就要对太后怎样交代？王爷大人，要是我来去看看你。王爷，王爷。是死是死，还阁唔知影。
的这里也无闲，我盼望这里这里，难得有重逢的日子，你庆怜你，请你啊！母后，拢是二婶不好，请母后较冷静的。二婶已经派人去找找着王兄，而且也派着咱朝廷令将去找找怪了。到时阵必然会当自将着王兄的找倒转来。王爷，你王爷，妖怪又搁出来了。伊在什么所在？你紧讲。伫怡华园东南边的树林内。